大家好，今日我哋會講下教育工作者如何喺簡報及內容設計上運用人工智能工具。上次我哋講咗課程設計與管理，今次就到簡報與內容設計。簡報與內容設計嘅人工智能工具係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佢能夠根據用戶嘅提示、大綱或者現有檔案，快速創建出精美嘅投影片同埋視覺效果。喺教學範疇裏面，呢啲工具非常有用。因為佢唔單止可以節省老師嘅備課時間，仲能夠支援多模態學習，增加學生嘅互動體驗。此外，呢啲人工智能工具提供咗一個真實嘅設計同展示理念嘅平台，令學生喺學習過程中更加理解內容嘅重點。學生可以更有效率咁掌握知識，同時提升佢哋嘅創意思考能力。人工智能有4大應用功能。第一係寫作支援，根據教師提供嘅簡要提示，AI 能夠自動生成標題、學習目標、要點、摘要，甚至係測驗題或評分標準嘅描述。呢種功能唔單止提升咗工作效率，仲能夠根據唔同班級嘅特點調整措辭同難度，確保教學內容更貼合學生需求。第二係媒體生成與編輯方面，人工智能會根據教師嘅指示，將文字轉換為圖像，並進行圖像編輯，甚至製作短影片或者動畫片段。呢對教師嚟講係一大福音，尤其是喺難以尋找冇版權圖片時，AI 生成嘅圖片能夠符合課堂教學需求，幫助學生更直觀地理解複雜概念，令教學材料變得更加生動同多元化，有效提升學生嘅學習興趣同理解能力。第三係多模態與輔助功能，透過新增旁白、字幕以及圖像替代文本，教育內容能夠以多種形式呈現。呢個不僅增加咗資訊嘅可及性，也提升咗學習嘅多樣性與互動性。例如 AI 可以將投影片轉換為帶有旁白嘅視頻，可以有效咁用於翻轉課堂，幫助學生喺課堂外自主學習，同時照顧到聽覺或視覺有特殊需求嘅學生，讓不同嘅背景同需求嘅學生都能夠找到適合自己嘅學習管道，促進咗教育公平與包容性。第四係製作範本與教育資源。AI 提升咗教師嘅備課效率，透過提供統一嘅課程計劃、工作表、課堂小結、圖形組織器及海報等模板，教師能夠迅速調整同應用教學資源，節省咗大量時間與精力。人工智能融入課程設計，徹底改變咗教育工作者創建及協作開發教育內容嘅方式，並帶嚟不少好處。首先係高效協作。好似 Canva、Gamma 呢啲 AI 工具，可以令老師之間更快分工，更易分享資源，唔使再花好多時間做排版或者整教具。團隊之間嘅協作即時提升，大家嘅構思都可以更快整合。第二係人工智能生成內容。AI 可以根據老師嘅提示，自動產生教案草稿、活動建議，甚至示範文本。老師只需要微調，就可以大幅縮短備課時間，亦能保持內容一致同清晰。第三係可自定模板，好多 AI 平台提供符合課程標準嘅教案或者活動模板，老師可以即刻按需要調整，確保內容嘅專業又統一。所以透過 AI 以上嘅功能，可以幫教師處理繁複工作，釋放更多時間，用嚟提升學生參與度同課堂成效。然後我會講下應用 AI 嘅例子，我哋會介紹 Canva，佢係一個使用者友好嘅設計與範本。而 Gamma 就係一個人工智能驅動嘅內容管理功能，我哋會用 Canva 同 Gamma AI 去提升教學效率同簡化課程設計與內容創作流程。Canva 可以做到更高效嘅課程演示，佢可以幫教師好快咁製作課堂要用嘅視覺材料，例如線上遊戲、工作紙、宣傳海報等等。老師只需要輸入提示， Canva 就會自動生成版面、圖片同教具。Canva 仲可以令課堂更加互動，例如你想做一個小活動、情景故事或者簡單動畫示範， Canva 都可以即時幫你組合圖片，加入動態效果，令學生更投入，專注度更高。而且 Canva 可能提供個別化服務，能根據學生嘅個人學習需求調整報告。例如最具多元文化嘅學區 Wichita Public Schools 喺課室中利用 Canva 製作更具視覺效果教材、影片、會講嘢嘅簡報與白板活動，讓教師可以製作出更具視覺效果嘅教材，取代過去單一嘅文字格式，令學生嘅學習成效有明顯提升。
尤其是對於不同能力嘅學生，能夠更容易理解課堂內容，仲激發咗學生嘅啲學習興趣。Canva 讓教師可以根據學生嘅需求，快速調整教材設計。呢種方式唔單止助視覺學習者，也讓聽覺和動手操作嘅學生獲益良多，可以提升教師嘅教學品質同學生嘅學習體驗。Canva 可以促進合作，促進職前教師與同窗之間嘅團隊合作。例如，某教育學院推行協作教學計劃，職前教師利用 Canvas 平台進行小組討論與課程設計，透過線上共享教學資源，提交反饋及共同編寫教案。學生能喺統一嘅平台中完成協作，提升團隊合作能力，加強專業交流，並有效提升課程品質。既然 Canva 有咁多功能，我哋就嘗試一下利用 Canva 去製作網上遊戲。我哋首先入咗 Canva 嘅頁面先，然後喺右邊嘅選項當中揀返 Canva AI， 然後我哋選擇 Code 或者程式碼，之後輸入你需要 Canva 製作嘅遊戲內容。然後撳一下箭嘴開始生成，等佢一陣，佢就會生成咗個遊戲。咁我哋就可以喺左邊睇返一個網上遊戲嘅設計概念，包括玩法同特色。然後又可以喺右手邊見到個遊戲。檢查完之後，可以按 Public 或者發布。跟住我哋就嘗試一下製作工作紙。同樣，我哋都係去返 Canva 嘅主頁。然後揀選返 Canva AI， 然後係空白地方輸入生成工作紙嘅指令，再點選返 DOC Document 或者文件之後撳一下箭嘴，開始生成。等一陣佢就會生成咗個結果出嚟。我哋又可以喺左手邊見到我哋嘅生成指令同佢嘅回答，而右手邊就會係 Canva 生成咗嘅工作紙。如果我哋需要編輯，可以直接喺右上角撳 Use Canva Editor， 或者使用 Canva 編輯器。最後，我哋就會嘗試利用 Canva 去製作教材，即係一個小測驗啊。同樣，去返 Canva 嘅主頁，我哋撳 Design 或者設計，然之後揀返 Marketing 或者市場推廣去申請步驟。呢個方法同製作工作紙相似，咁大家就係試下，跟住呢個步驟輸入返自己嘅指令，嘗試一下製作小測驗。跟住我哋就會講下 Gamma AI 嘅應用。Gamma AI 可以成為教師之間嘅協作平台。佢可以允許團隊成員喺平台上直接提出反饋同指導，消除版本控制問題同文件遺失嘅情況，仲可以共享，令教師可以輕易咁分享自己嘅作品，並與同請共同製作文件，如外評、報告等。Gamma AI 另一個好處就係佢可以成為人工智能驅動嘅資源，而且可以又快又簡單咁生成客製嘅教材。例如 Gamma 可以幫教師輕鬆製作含有簡明解釋、多媒體同清晰圖表嘅教材，令教學更易配合學生嘅多樣化需要。對於專注短課程、微學習同 UDL 嘅教育工作者， Gamma 特別實用，能夠提升教材可及性同學習成效。咁我哋就嘗試利用一下 Gamma AI 去製作簡報。首先我哋去到佢網站嘅主頁，然後撳新建。之後呢，我哋就會見到呢一個頁面。喺呢個頁面當中，我哋揀最左手邊嘅選項生成，然之後我哋就會進入咗生成嘅頁面。我哋點選翻簡報內容，然後喺空白地方輸入翻我哋嘅指令。我哋需要注意，記住揀翻輸出嘅語言，例如繁體、中文定係英文。然後又要揀翻卡片數目，即係你想佢生成嘅 PowerPoint 當中會有幾多張頁面。等一陣佢就會生成咗個簡報內容。我哋就要檢查同埋編輯當中嘅內容，確定咗簡報內容，我哋就要制定一啲簡報嘅細節，例如入面嘅文字內容，你係希望每一張簡報內嘅文字係少啲字定係多啲字？咁我就揀咗簡潔，然後又可以選擇翻簡報嘅視覺效果，佢有唔同嘅版面俾你選擇，揀翻一個自己合適嘅，最後就撳翻生成按鈕，等一陣。佢就會製作咗一個簡報俾你睇，你可以運用工具欄去編輯簡報。同時呢，我哋亦都可以按右上角嘅展示按鈕去做一個預覽，睇下生成咗嘅簡報係唔係你想要嘅嘢。如果有需要，我哋就可以自己編輯完成。咗編輯之後，就可以撳上方嘅分享按鈕去發佈簡報。完成晒所有步驟，我哋就可以複製連結、分享同埋邀請其他教師共同編輯，甚至可以發佈成為一個網站。